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6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屏东的明阳工厂发生火灾，到当时第5天，也因为这最后一位失踪的员工找到遗体时阵，是烧甲规个碳化器，无法度确认伊的 DNA。消防队员也是继续伫咧敲吹。这检察官下晡要登到现场，内政部长也要求讲，要赶紧启动灾害事故调查会。民用伫下晡也对外表示讲，会架构亦到这信托口座，这条钱会用来赔偿这寡伤亡的员工，而且是全款全用。那这个王姓的消防警官是另外做赔偿。检察官下晡搁一届去火灾现场，警察若像甲电脑的主机搬走，内政部要求爱赶紧启动灾害事故的调查会。地检署嘛甲消防署，还有火场调查人员苏建甲李清。不过目前进度到倒位，官府讲伫侦查的阶段不方便对外说明。他在申请建筑执照，在跟我们的主管单位，就是园区这边申请的时候，他就是用 C2， 也就是一般厂房来申请的时候，那老实说，我们就应该去问，厂商是不是有隐匿的责任。最后一个失联的员工有找到部分的遗体，不过因为火烧伤过严重，无法度确认 DNA。敲锤行动还持续在进行，不过前一天有3个消防人员因为输着伤济一氧化碳，去予医生看。因那环保协会协助家属申请扣押，以方民用脱产，不过说予法院驳回。目前我们环保与律师及县府讨论后，续的抗告的事宜。县府这边能够帮忙提供的一些市政，我们也会来协助。这个民用工厂爆炸，伤亡真严重。经济部下令民用全部生产的基地拢爱停工。嘛，互民用董事长召开记者会宣布，已经甲上海银行签约，办理信托口座，准备5亿的费用来赔偿甲附属员工。会由律师做监察人，全款全用来展现赔偿的诚意。5亿元到底够不够用？我们也跟上海商银用一个开放性的。假设不够，我们还可以再增加。因那民用表示，孙职的消防人员嘛会另外提报金额来付出，强调员工到年底进前，公司拢会负全薪，嘛会负照顾员工的责任。强调公司的业绩袂歹，嘛有保险，有信心会当付所有费用，嘛会配合调查。而且伫公安消防设备改善好势了后，才会来讲复工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明阳工厂发生火灾，造成4名消防人员过往。这消防人员也希望做工会。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讲，会赶紧修改公务人员协会法。不过，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认为，这公务人员协会不是工会，无法度亲像这工会会当甲雇主签订这对等契约能力。这消防员工工作权益促进会也表示讲，政府无把这基层消防员的心声听入去，按算是背不去行政院表达诉求。明阳工厂大火造成4个消防员在内100人死伤，行政院提出精进作为。院长陈建仁表示，政府为2017年开始，逐年拢有6亿以上的消防补助，承诺未来还会增加补助80亿，补助会陆续到位。针对消防员久长年争取做工会的心声，陈建仁也讲，消防员是公务人员，尊重结社权。目前上好的方法就是赶紧修改公务人员协会法。消防人员呢是公务员，如果要组织工会的话，这在整个讨论当中呢，因为公务员的形态相当的多，所以会旷日费时。我们两院呢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速来修改公务员的学会法让专业的学会还有这个学会地方的学会呢也都能够成立。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苏俊荣表示，已经整理各个公务人员集体劳动权利的资料，在公务人员协会法的范围内适时放令。政府看起来有些出善意，不过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讲，公务人员协会不是工会，无工会甲雇主签订对等契约的能力。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协会是讲，政府的做法甲消促会目标差真济。公务人协会法完全是没办法回应到基层消防员现在的诉求，应该要立刻的来修改公务人员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那让基层的消防团体可以参与消防员职安政策相关的调整。陈彦凯表示，行政院无采纳基层消防员的意见，都单方面做决定，也是维持维权的态度。所以消促会提出3项改革，包括公共安全爱加强，雇主责任袂使少。行政院办的是加设的爱修订安全卫生办法，随看就
效果。也加上界重要就是无爱无权的协会爱工会，毋过外界即支消防员族工会未来罢工要安怎？消促会讲罢工毋是抗议的唯一手段。罢工规定里面其实已经有做相关的限制了，包含说跟雇主协商所谓必要服务条款，以及天灾事变地方县市政府是可以去针对罢工进行限制的。消促会主张上好是适用工会法，才当有完整的消防员劳动三法。伊定义要前往行政院，望甲政府官员面对面沟通，甲基层的声音传达予中央。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台北市大跌，这跌落去的厝件开始拆。市长蒋万安访问南韩，今下晡回来到台湾了后，有随去现场勘查，希望10天内会当拆好了。针对着基泰建设发布重大资讯，要甲价值上百亿的基泰中孝大楼卖掉，这财务状况也受到众人关注。这个副市长李树川表示，市政府有申请甲这基泰建设加扣押，不过法院评估了后认为资产是较济过负债，所以驳回。毛小大港也进行拆除，同时也最降价涂粉。基泰施工无限制造成大地面体崩塌。25号受损的厝日了拆除，周边住户表示也是烦恼厝内的状况受影响。怕会不会就是到时候有塌陷，或是那个一直敲敲打打震动，然后房子越来越裂缝越来越大，也是很危险啊！他们一挖，我们也是很危险啊！我们背靠背啊，他们那一排就要盖啊，那我们不盖不行啊！市长蒋万安到南韩访问3天，一日回来了后，去现场来勘查，确保拆除安全。副市长李树川早起也亲身到现场巡视。周遭的建物，我们会持续透过监测仪器，我们都有架设，而且会将每一天监测的数据跟资料公布以及完整的公开，也会即刻的送到台北市建筑师工会进行判读。我们整个拆除作业的期程，我们希望在10天左右能够完成。就双耗的部分，认为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上面的状况。那这几天你也可以去住这个就近的饭店，那把发票拿回来报。市府提备要针对这个帮台北住户说明公办途径的条件，各有住户决定是要甲基泰合作，也是交予市府。因为基泰发出动信，要卖价值100亿的基泰中孝大楼，引起外界讨论，农历因为伊的资金有出状况。我的了解，基泰要处分这栋大楼应该有一段时间了，而且是在这个案子案发之前就已经积极在处理。发重讯是因为他们处分重大的资产都要依照主管机关的规定去发布重大讯息。李树川表示，市府2摆针对基泰提价扣押，不过法院评估基泰资产比负债较大，应执行赔偿。记者综合报道。要对查这进口卵的流向，高雄市卫生局发现到台农也有新型卵品有425万粒进口卵，唔知走去倒位，总共甲因罚1130万。这2间公司甚至有利用这二级品代替良品的记录检调去抄，而且也甲这董事长涂万才，也有甲这台农卵品的负责人，也就是因新部带回去调查。认定这2个人涉嫌动贷，而且无羁押必要，就要以30万到10万块交保。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跟农业部或者是社会大众说？经过3点钟的核实，台农卵品甲新型卵品的董事长涂万才交出高雄地检署，敢若要求无要回答问题。伊甲因新部，也就是姓魏的台农卵品负责人，拢去互证实，分别以30万到10万块交保。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2人涉嫌刑法伪造文书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无羁押之必要，分别预支新台币30万元及10万元交保。高雄市卫生局向地检单位告发台农甲信兴2间公司，25地检署发动搜查，查扣下铺等等的资料，认定2个人涉嫌犯刑法伪造文书等等的罪嫌。现在卫生局已经连续裁罚台农甲信兴2间公司，为9月13开始，因为无伫期限内提供交易的单据、标示不实、无提供完整进货甲出货资料等等的情形，10天内拢总罚1130万。调查的结果，针对特定通路，目前的一个收获大概是238万颗哦，中间大概有425万颗的蛋品流向不明。
市府嘛发现讲，两间公司进口828万9,000粒卵，扣除运送过程当中可能歹去破去的，至少也有663万粒洗选卵。毋过为大量出货予通路商238万粒来看，还佫有425万粒的卵流向不明。因内民间嘛有民众伫网络顶抛出伊卡出深色的卵的相片，这个进口的卵甲国产卵，恐惊是红蓝做伙的包装。经查，该蛋品的标示为国产蛋，现场已没有该批效期的产品。业者表示，近期没有接获到民众反映该品上的蛋品的品质有疑虑。行政院长陈建仁嘛表示，这是一条假消息，爱民众较免切咧，唔通互骗去。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贵伫立法院备询的时阵嘛驳回讲，伊认为巴西鸡卵去互不实的消息做误。巴西在今年度跟去年度，我们了解的是，它出口到60几个国家。那表示说，巴西本身的鸡蛋一定有它的品质。陈俊贵指出，台湾为巴西进口的鸡卵，全程拢伫冷链的条件之下，保存的期限时间无共款，是因为无共卵厂条件无共款，毋是乌白收证的，是因为无共批，所以有无共的保存期限。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礼拜，全台湾增加2000多例天狗节的本土病例，到今是有上万例咯，而且有3例死亡个案。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这2礼拜拢带队去到台南关庙等疫情较严重的所在进行巡查，希望中秋过后会当把这天狗节的疫情压落来。天狗节疫情持续出现警讯，顶礼拜新增加3例本土天狗节死亡个案，拢是台南市的女性，年纪是60多岁至80多岁，其中2例有高血压者病母。60多岁死亡个案破病的时阵，敢若家嫂，后来出现喘气困难，当院一天就因为休克，药物治疗无好过身。在感染登革热之后，都是发生了这个意识状态变差，或者是说这个严重的腹泻这一些警示的征兆。那后来也是因为这个登革热的重症造成休克的症状。疾管署表示，顶礼拜全台湾新增加2000多例本土的天狗节病例，今年累计本土病例数已经1万多例，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县市出现天狗节病例数是最近10年同期第2悬，个案以台南市9000多例上济。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这2礼拜要带队去关庙这疫情热区进行厝顶扣水沟的巡检，找出稳性生态源，要拼中秋节后疫情会当降低。很多不是跟这个地面上的滋生源有关而是跟这个藏在天花板或屋顶之上，就是这个在屋内、屋后还有屋外的这个天沟有关，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就是开始启动这个天沟的诊断计划。疾管署表示，出现天狗热个案的时阵，代表当地有带病毒的病媒网实施化学防治，会当赶紧减少病媒网的数量，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而且执行化学防治喷药是以安全性做优先考虑，喷药的地点嘛是经过疫情调查，病媒网的密度才会监测资料评估，请民众一定要配合，并确实遵守。记者综合报道。日仔一个人伫外口耍，爱特别注意哦。伫高雄有一个10岁查某囡仔，进前伫咧小港区有一个公园内面耍，却互一个查甫人上钓，趁机会要甲乱来甲吵打，加在这查某囡仔有大声喝休，才无受人性侵。想袂到这个查甫人过当天，阁想要用同款的方式，毋过擦青界牌，互警方抓到，移送法办，这法院也声压协助。敢是有迄条涉嫌甲人侵犯的姓陈的查甫人犯案了后，阁骑机车为人行道离开现场。不过伊毋知影家己的行踪已经互警方掌握。高雄警方接到报案，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伫小港区锁定一个10岁查某囡仔，趁这个查某囡仔甲来一个人伫公园佚佗的时阵，想要甲乌白来。发生什么事，我们保全都知道。见他的女儿相当的机警，奋力挣脱，并向附近的民众祈求协助。这个查某囡仔真惊吓，家属事后嘛向警方报案，警方根据监视器掌握这个查甫人的行踪，嘛锁定车牌号码，发现伊隔天搁倒来到现场，好亲像要找甲来一个人佚佗的查某囡仔落手。警方抓到人了后，依照强制性交未遂罪嫌上办，精神了后认定有再犯的顾虑，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是我就会觉得大声斥喝说，请你不要这样做，对啊，因为毕竟要保护自己的小孩嘛。父母要陪在旁边不要只是在旁边滑手机因为你看大多数在公园应该很多都在滑手机。
不少家长表示，带囡仔出门活动的时阵，除了袂使离开视线，嘛爱避免和身份人接触囡仔，以免引起意外还是争议，伤到囡仔。监管基金会是讲，无论伫什么场合，原则都是卖互囡仔家己一人。如果你又在做自己的事情，孩子一旦落摊的话，可能没有其他的大人可以协力看见。假设有被不当侵害的时候，那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救援。监管基金会表示，场地管理单位加强巡逻，也甲教囡仔拄着状况的时阵，一定爱大声喊救，才当确保人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这3年来诈领药件顶贴的案件有37件，其中也有这爸母涉嫌把这囡仔抬死了后抬起来，也搁伫咧领顶贴的。这监察委员认为讲，这卫福部的社家署、桃园教育局、社会局、卫生局，甚至是新社国小呢，拢有威胁要提案纠正。检警去树林敲找乌村2岁查甫囡仔遗体，去年11月，死者的姐姐到读册年纪一直无去注册，意外查出查甫囡仔失踪。警方发现伊的爸母好亲像不当管教致死死亡，伫囡仔死后，佫继续诈领药儿顶贴。同期这类的涉案盲个案已经连续2年发生，为中央到地方，监委认为5个机关有疏失，提案纠正。卫福部它相关6岁以下的这个资讯平台，在106件改版的时候，事实上它没有做好这个转换跟借接，所以有漏接个案的状况。除了卫福部以外，桃园市各局处也互人点名。监委指出，6岁查某囡仔是属有脆弱家庭个案，发现无读册，学校无随派人去查访了解，认定学校延迟通报，延误警政协巡。所属的顶市教育局是无做督导。卫生局明记知影，这个细汉囡仔真侪年超期无注疫苗，伫家访无拄着了后，竟然无通报社情。我们去建了那个平台，然后好像是有一段时间人工汇入的时候没有。系统没有除错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嘛，后来是有功能强化，就有做处理了。桃园另外一个个案是一个3个月查甫囡仔涉嫌伫109年，互伊的爸爸杀害抬起来，一直到去年死者的兄弟去互人虐待，妈妈报案求助，诈领案才被控。监委就点出，社工捌甲这个爸爸世界受拄面，不过相信伊的爸爸所讲的欠缺警觉，唔早无法度发现问题，认定负责监督社工的社会局有疏失。5、6岁以下婴幼儿拒绝施打疫苗之家长，本府已规范相关单位应亲见到婴幼儿后，才可以让家长签署拒绝同意书。那签署之家户也会由卫生单位这边透过健保就医记录来追踪个案的一个就医情形。敢若最近3年，假领甲诈领药儿顶贴桃园道达到37件，目前敢若热转来25件。除了地方行政机关反向联络有待加强，监委也表示，卫福部相关系统爱搁较完备，安若无毋若产生诈领的代志，也互社会安全网出现破空。记者综合报道。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接到保险公司的报案，讲理赔案件内面有民众假造失灵骗保险的情形。这调查1年已经有相关的证据。伫今年7、8月的时阵呢，伫台南高雄进行搜查，计共查到13个嫌犯，已经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涉嫌诈领保险金的13个人，全部拢予警察押去侦办。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当晚前接到一间保险公司报案，讲有投保人申请失灵保险理赔，不过若像真侪人是假领失灵来诈领保险金。经过一档的跟踪监控、收集证据了后，今年7月到8月查到姓康甲姓李的主嫌等13个嫌犯。接获保险公司报案，疑似有保护假失能真诈保。经我们报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查获康姓、李姓夫妻档保险黄牛，还有保险业务人员以及10名的诈保户，总共有13人到案。姓李的主嫌甲伊的翁婿因为熟悉保险公司的业务员，都利用保险代办的方式，互想要诈领保险金的人会当顺利投保。若这过程当中，嫌犯毋但会陪投保人去病院急诊检查，佮会教投保人去互医生看的时阵，爱假做半睡，话讲袂好势，或者是老天讨，来骗医生开诊断证明书，成功申请失灵理赔了后，嫌犯会佮抽2成到3成的钱来做家己的社金。109年到达，已经诈领759万块的保险理赔金。
我们搜证也发现了这些诈保户平常都能够正常的走路、骑机车甚至还有跑步追公车的状况，显然是没有失能的情形。等到诈保户取得了诊断的证明之后，成功申请失能的理赔，主嫌就会抽取每件理赔金2成至3成。初步调查，目前并无发现有医生协助诈领保险金。那涉案的13个人，全部拢依照涉嫌刑法诈欺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交予检方继续调查。记者文正雄台南高雄报道。各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伫北京，甲太平洋岛国领袖召开峰会，宣布正式和南太岛国库克群岛也有纽埃建立外交关系，方认为讲是要对抗中国。帛琉总统惠恕真也指出讲，美国甲帛琉有当咧讨论，要伫咧帛琉上太性来部署上先进的爱国者飞弹系统。这个行动也代表美国想要阻止中国伫咧南太地区的影响力。President Biden, your message to China as you stand next to these leaders today. 美国总统拜登25日北京甲太平洋岛国领袖召开这1年外第2届峰会。拜登伫随时阵虽然无提起中国，不过宣布要派投资者美国海岸防卫队的舰艇，专门甲太平洋岛国合作，以及提供训练，阻止中国意识正重。另外嘛，正式甲南太岛国库克群岛纽埃建立外交关系。The United States committed to ensuring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at is free, open, prosperous, and secure. We're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all the nations around this table to achieve that goal. Today, the Cook Islands and Niue celebrate milestones of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vely. 库克群岛人数差不多17000人，纽埃嘛较无2000人，两个岛国人口加起来较无2万人。进前拢甲纽西兰维持自由联合关系。即马美国承诺要进一步提供基础建设资金，互人当作是积极扩张伫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We have been looking forward for this day since the announcement was made by the U.S. last year that it would recognize Niue as a sovereign state. 美国对于中国进入太平洋加强警戒，因为美军预定2026年要伫帛琉部署雷达系统。出席峰会的帛琉总统惠恕仁就甲日本媒体讲，除了希望美国海军舰艇较接到帛琉港口，也向美国清楚表明，若做要伫帛琉有一个雷达基地，就应该爱常态性部署先进的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现在第2岛链会变成一个重要防卫方向，那美国跟帛琉强化这种军事安全合作，势必可以强化对于帛琉的一些补助。外交部致力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持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地区。另外，太平洋国家董志稳总理进行访问中国，能够在联合声明中无承认咱的国家主权。外交部已经表达强烈的抗议，并且各用正式的谴责。记者综合报道。欧洲上界大经济体就是德国，目前景气是真歹，利率悬，物件价销也悬，也或者房地产市场变甲真凄惨。就真侪建商因为这利率伤悬，袂堪折，拢规个来倒单。也若一寡新买厝也有贷款的人，所以拢变做是受灾户。德国政府决定讲要利用资金先来协助这寡受灾户。这片还未起好的大楼，窗门拢还未安，算是无工人伫时间的款。不过，这并不是啥物第三世界，是欧洲经济火车母的德国，而且就伫首都柏林的市区。一个33岁白罗斯的移民杰夫辛科，原地离开故乡打拼真侪年了后，按算会当买一间仔厝来住。不过想袂到厝起到一半，建商雄雄宣告破产，伊买的公寓差不多新台票超过1700万，目前连本带利已经落一半去啊。不过算是看到一个唔知员工爱等到抵当时的大楼。伊的心内是感觉真无奈。We're already paying the interest from the loan, so that's a tricky thing because like it's a money that you never used. You cannot use it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where you can use it. 这种起到一半建商雄雄走去的大楼，伫中国四界拢是。不过想袂到竟然嘛出现伫德国，而且唔是孤一个个案，这个问题嘛有恶化的趋势。罗西亚、乌克兰战争，还有后续的制裁。加上进前新冠病毒的疫情，带动通货膨胀。欧洲中央银行甲各国的中央银行同款，以升息加做阴阳的对策来压制物价，进一步压悬银行的利率。
无论是建商也是贷款的人，大家是拢海惨。 Gipfel geworden, denn die Branche ist, wie gesagt, in einer schlechten Verfassung. Die Leute suchen dringend Wohnraum und wir brauchen natürlich auch neue Wohnungen für die vielen Fachkräfte, die aus dem Ausland für alle Industrien in Deutschland. 德国政府顶日针对房地产的问题召开紧急会议，原本定在2025年上路，要求新的建案使用能源的量要降到同款规模的旧建案的40%以下，也就是 EH40节能的标准。会议决定暂缓实施。 In Deutschland müssen mehr bezahlbare Wohnungen gebaut werden, damit all die jungen Familien, all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die nach Wohnungen suchen, auch eine gute Gelegenheit haben, eine zu finden. Und das bedeutet, dass wir die Aktivitäten im Wohnungsbau massiv ausweiten müssen. 德国政府的决定引起绿党也有环保团体批评，认为政府未当带头行回头路。不过，在环保责任甲照顾民生的需求之间，德国政府是选择民生的需求。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 伫咧西班牙传出 AI 性犯罪，被告30名少女互偷摕相片，透过 AI 所创造出因赤身裸体相片，伫咧网络顶头流传，致使因受到创伤。警方目前查到上报有11名少年人牵涉案件，不过这欧洲目前是无具体法规来规范 AI， 加上这寡涉案人拢无94岁，恐惊是未受到这刑事的惩罚。 西班牙南方一个小镇最近传出 AI 性犯罪，有28个少女互偷摕社群媒体的生活相片，用到 AI 软体制作大量赤身相片来对外公开，致使精神受到打击，有人佫惊到唔敢出门。Y claro, muchas chicas completamente aterrorizadas, con una crisis de ansiedad tremenda, porque yo cuando lo vi digo, porque conozco el cuerpo de mi hija. Si yo no lo conozco, no tengo narices de saber si esto es real o no es real. 目前检验单位正在调查，已经查出上少有11个少年涉案。警方推测，因伫这个热人就已经开始制作假相片，透过通讯软体 WhatsApp 甲 Telegram， 甲相片四过传送，搁甲受害者降钱，因为涉案人拢未满14个。 可能会受到刑事处罚，而且针对一般制作大人的色情图像，西班牙目前并无法律通有管，和 AI 相关的法规佫较是无半条，敢若会当把即寡使用囡仔图像的内容当作儿童色情刊物来处理。 The other thing is the question of the liability of those that create the tool, the AI tool. In this case, we are waiting for the European law, AI Act, also CAI Convention from Council of Europe, several instruments that I believe are totally necessary to regulate this kind of tools. 虽然受害少女的家长有组成自救会来追踪后续的问题，现阶段也无法度知影有偌侪人摕到即款假相片，因惊即款相片会去互传送去色情网站，对少女的身心状况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公视新闻杨岩编译。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有一项加价长期以来拢互内面的犯人占领条例，顶礼拜军方出动上万名军警，也有装甲车，甲这个加价抢倒转来。 落尾呢，也伫内面抄到真侪枪弹药，甚至是火箭炮。上界憾的是，这内面竟然有游泳池、夜总会甲动物园，完全无像放入的怪。警用车载走一车一车物品，犯人坐伫涂骹等待移送。南美洲委内瑞拉顶礼拜派超过11000个军警出动装甲车攻击北部阿拉瓜州一个家角，也惊动袂少居民。犯人的亲友嘛真烦恼，拢伫外口听候。 No sé nada de mi esposo ni nada, no sabemos a qué destino los llevan. En verdad aquí estamos desesperados, pues, porque no sabemos nada de ellos. 这间家家长期去互犯人控制，家家的官员嘛做阵作恶。警方秘密7月1年才成功攻破，因进入家家了后，查到大批枪械、弹药、火箭弹，还有比特币挖矿机。更较憾的就是内底有游泳池、夜总会、跋筊间啊，连动物园都有。 家设计做高级饭店的是美国势力上大帮派，牵涉到绑票、抢劫、卖毒、卡油，也甲偷渡移民这非法的行为。这阵帮派老大甲当作家己的据点，在假期间透过秘密通道偷偷活动，已经互警方断真久啊。毋过到伫军警攻击进前，帮派老大提早听到风声逃走，目前去互人通缉逮捕。 犯人权利组织是指出，这间家家本来敢来当收容750个犯人，实际关押的人数超过5000人。警方攻击行动凸显美国的家家长期管理不善这个问题。
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今年的双十大会特别举办咯，所有表演单位拢认真排练。早起国军出动乌营特升机无共机型的飞行机，对新特上山出发，飞过总统府进行仪演。也咱也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双十国庆大会进入到头上的阶段，各参演单位赶紧的排练。国军自6透早也展开空中半兵的有演。开场先透过观赏天观机观测天气，总统府顶悬了后飞过2台陆军国旗机，也有3台空军 AJ-T 型永兴高级教练机，紧紧通过总统府头前。国庆飞行机的飞行英姿，希望为双十国庆大会做好万全的准备。晚上2000透早5点35分，为新特基地出发，透早5点50分到总统府。雷虎一批 AT-3架雷虎教练机也同款为新特出发，飞过总统府顶悬，放象征国旗，拿白红3色的彩烟冲场。除了半兵的有演，也吸不少学生甲上班的人的眼光。9月28甲10月7日透早，也要进行全兵的有演。国防部表示，若听到飞行器轰隆的声音，唔免紧张。届时阵会出动一只 CH-47SD、2只 UH-60M、5只永兴高教机甲6只 AT-3教练机参加。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搁再提出政策，讲若阵以来当选会甲老农津贴调整到1个月1万块。也若讲到这民进党的赖清德，惊是去到新竹拜票，被抢客家票源。另外讲到要整合在野的各代名，伊是表示讲，在野有3位总统参选人，和伊一直拢保持联络。来中华汉庭产业农友座谈，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搁再送好康，发布劳农津贴政策，针对4年调整一届劳农津贴，明年要按7550块调到8080块。侯友宜话讲，当选后会慢慢调到1个月1万块。按照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老农津贴快速的调整到1万，来照顾长辈们。不过，侯友宜的政见看板，甲现时的劳农津贴7550块写做7750块，互赖清德定赢这位，连数字都分不清楚，佮要讲什么国政规划？另外，侯友宜请假投入选战，大一参选嘛，成做哪日选战的焦点。蔡副总统会请假参选吗？当时请假伊无回答。副总统赖清德2日去新竹，并选战抢客家票仓，会包含在地工程师、青年创业代表举办座谈，让人工智慧能够产业化，那连带的用人工智慧来协助台湾的中小企业顺利转型升级，让台湾的产业可以人工智慧化。大选接近，民众党郭文哲10月初要第2届的访美变去势，民众党团为着进口农副监察员兼顾农业部，也让拿白合的空间继续增加。风声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暗会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加速非理整合，各代民恐惊的边缘化。上面候选人一直有在保持联系，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团结胜选，下架贪污无能的民进党。到底有没有图利特定的厂商？农业部在相关鸡蛋跟产销的调控上有没有相关的行政疏失？不过各代表连续1礼拜也未公布数字，干那回应连续活动当咧枪枪棍热烈进行。郭廷也补充讲，这段期间有感受到有温度的民意，不是零基基的数字。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教育部同意资济大学增加药学科，不过药师工会指出讲，台湾已经出现这药师伤过济问题咯。伫咧先进国家，1万的民众只需要8点6个药师间服务，一那台湾是到13个药师。亲像日本增加药学科了后呢，伫咧2045年会出现10万名流浪药师，所以政府就要进行总业管制。不管是药单甲药、营药的咨询服务，也是新冠疫情期间协助政府分发快筛试剂试验，药师拢是徛喺第一线服务民众，注意用药的安全。目前包括台大、中国医药大学、成大、高医等9间校，拢有药学系，每年招收1142个学生。不过目前教育部同意自济大学正式药学系，引起药界反弹。实际招生，他说他是要招的学生往后在花东地区
来服务，我们都尊重。教育部、技职司、卫福部还有药师公会，在明年初坐下来讨论，针对总额要怎么挪动分配，定出游戏规则。药师公会全联会讲，先进国家每1万人有8.6个药师服务。台湾的比例是1万人对13个药师，已经是供应超过需求。日本几年前大增加药学的，即马说开始适限，就是烦恼会有10万外的流浪药师，建议政府要来研究管制总额。监管忧心会破坏每年365个招生总额限制，也佫有基层的中医师，因为最近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用增加名额的方式申请设立中医系，得到教育部同意。不过基层中医师讲，卫生部108年的调查讲，到119年国内的中医师会增加1700到3100人，明显供应超过需求。若是向量来增加效费。在有限的健保总额之下，要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会愈来愈困难，要求退回心力。因为这个人数一多，就会压缩健保的资源，在这个情况下，就会把一些比较有效的医疗去压去自费去了。那这对于某些负担不起自费的群众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阳明交大发出声明表示，目前多数的中医师拢伫基层社区服务。不过，病院、大学、政府佮产业端拢需要中医的人才来带动教学研究、佮科研发展。未来尽力培养研发人才，回应各界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今年已经有57个人完成换心脏的手术，也有200多人伫咧等待换心。主要原因是愿意捐器官而且适合的心脏无济，病院接放弃使用心脏，真侪拢是评估了后，这功能已经变歹的边缘性心脏。今年三种病院透过器官照护系统 OCS， 先把这边缘性心脏功能提升了后，再来做移植，也成做全台湾的头一例。这粒心脏伫咧机器内底，就算已经离开人体，也是继续咧跳。这粒心脏是台湾头一个透过器官照护系统 OCS， 甲功能已经无好的边缘性心脏，成功离开捐赠者的身体。经过长时间的运送，佮成功移植的案例，全台湾头一个是由三军总病院执行的。在9月9号当天，其实是前一天的时候呢，我们接到登录中心的通知的时候，这个心脏。因为曾经急救过，入岛急救过，因为功能比较差，所以在我们医院的受赠者是排名全台湾的第11名。前面有很多的评估起来是觉得心脏功能不够好，曾经急救过，然后选择放弃。台湾今年到今也有超过280人在等待换心，上主要是因为瘫痪症而且适合的心脏无济。三总表示，这摆的心脏是已经 CPR 超过1点钟，功能较无好的边缘性心脏，但是使用器官照护系统 OCS， 通互这粒心脏的功能提升。是把捐赠者的心脏取下来，然后马上接到这个机器上面去，开始供血供氧，好，那心脏就可以马上跳动回来。经过这 OCS 的调养之后，大概有89%的心脏可以被拿来做移植。三总表示，虽然 OCS 通互心脏离开人体的时间，凭传统方法的4点钟延长到10点钟以上，佮通互功能无好，定互人放弃的边缘性心脏嘛通使用。不过计效是无俗，而且这台机器敢若通使用一摆，健保是无给付，病患要负担300万左右。但是这摆是由特别计划支出，患者免付钱。三总望伫未来 OCS 通列入健保，互更较侪人通使用。记者温兆水台北报道。讲到咱国内手机的回收率非常低，只有5%到10%。事实上，这手机内面有真侪贵重金属，有经济效益。为了要加速这循环再利用呢，环境部要求业者伫咧2025年要达到15%的循环率。智慧型手机直直换新，真侪民众虽然有买新手机嘛唔甘甲旧的单掉。致使国内手机回收率敢若1%左右，安怎无要摕去回收咧？有人讲惊运输外泄，嘛有人讲钱伤少。会不会担心资料外泄什么？会有一点担心。多少的奖励你会愿意拿出来？2000就很愿意回收了。针对个资，为了提升民众的信心，业者讲要回收进程，除了把手机恢复做原厂设定，嘛当利用资讯保全设备做物理性的破坏。
破坏我们的传输孔或者是电源键，这些就是会保证说，它不会再插入我们的传输线，或者是有办法再开机的状态，那就是这等于是双重保障。环境部调查，超过一半民众把旧手机放伫厝内无回收，除了烦恼购置的问题，嘛认为无够额的奖励。所拜要参考欧美来法制化，要求业者伫2025年回收和维修的循环率要有15%，若无会罚3万到15万。可以利用循环率，提高他们的回收比例，以及能够去鼓励消费者修缮回收的一个比例。对应手机有70种化学元素，会当回收有价金属，嘛会当避免有害物质泄漏。锂电池爆炸，回收1万支，国家会当省电22万度。环境部下晡宣布推动扩大回收站，嘛强调业者要来提悬循环率。在场的手机制造商拢点无回应法制化，甲要安怎提升循环率这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鼓励更较侪大学生讲本土语言，教育部自2年前开始举办全国大专校院学生全国语文竞赛。这个比赛期间有华语、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希望透过这个比赛，栽培愿意投入本土语言人才。明年3月要举办第3届前3名摇奖金，这优秀选手有机会和我做同事。分组、书写组，还阁有电脑拍字组。大学顶赛少年家用无共语言介绍全国大专校院本国语文竞赛的比赛项目，因是第2届无共组别的冠军。其中本身厝内讲台语的罗冠霖，因为受国小本土语言课的启发，和老师学阿美族语说全的学出兴趣，伫去年摕到阿美族语演说的冠军。另外也有去年台语演说组的冠军杨克希，因为真介意用台语讨论济议题来参加比赛，今仔日因也倒来分享比赛的经验。演讲的时阵，迄题目内底有一寡物件是你爱理解原住民族因的文化内容，你才会当讲。你若是无这个文化背景，就会较困难。我是心理系的学生，所以我感觉有真侪无共科系的学生会当做伙来参与，提供台语真侪无共款领域的知识，会当互台语愈来愈多元。语言是传承文化真重要的媒介，但是演过全国语文竞赛，敢若开放予教育学院组的学生参加。长期以来，比赛公平性受到外界质疑。教育部为着要鼓励愈侪少年朋友讲本土语言，甲大专校院组的比赛独立出来，开放予所有大专校院的学生来报名。同时，我们提供实质奖金然后也让他们可以到客家电视台台语台跟原住民电视台做人才培育的媒合机制，让他们可以优先去实习，那让他们有这个诱因跟职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本土语言直直在流失，外界也惊本土语言敢若纯表演的功能。亲像原民台、客家电视台和台语台拢有达成共识，未来按算优先请到将这入来电视台因头路，互愿意为本土语言奋斗的少年家有发挥的空间。报名到10月底为止，明年3月要比赛。记者卢尚如、林旭凯台北报道。伫家己推广台语表演艺术的阮剧团成立20年啊，为了要纪念这个过程，阮剧团头摆设计高龄共用的计划，那成立地方工作团队，访问在地时代，结合表演、座谈、放影片方式，希望发现到家己无共款的面貌。我这样就要推这衫大家讲这个当作这个哪像是爱玉。社区的前辈分享因伫在地成长的故事，有人分享较早的生活，嘛有人讲食色的历史。阮剧团为了要庆祝因成立20周，头摆用高龄共融的方式，结合表演、座谈、放影片来呈现一摆的活动。透过这无共款的记录的方式，希望这阮所知到阮身躯边这精彩的这是大人的故事，会使甲留落来。为着要执行这个高龄共融的计划，阮剧团成立地方工作队，去到家己县市各乡镇，透过影像、文字的记录，佮邀请地方的前辈甲少年人对谈，要来传承地方的记忆。会当将咱的本土的文化做较好，佮会当互这囡仔、少年人来承接。咱会当将这文化表现出以外，咱嘛会当去互因这囡仔能见度，甲因的曝光度会较悬。还可以分享我们的记忆跟你们的记忆，所谓的你们就是比较年轻的记忆，然后我们的时代
跟这个时代透过了无形的一个情感的流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阮剧团表示，每一个人生命经历拢无同，拢有精彩的故事通讲。剧团成立20档，推出这个计划，除了是一个纪念，嘛是要延续这种无形的文化资产。希望这是一个开始，未来会当增加无共年会、无共族群，互大家互相理解，共同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讲红脚就是婚照，这红脚令就是婚照令。这个文化呢是伫咧台南客家咸水新营特有的文化资产。为了要互当地学生了解到这个文化，台南市文资处带囡仔设计4个主题5个倒仔耍游戏，透过这耍的过程，学习到这红脚令的文化资产。囡仔轮流抽牌，若抽到红卡知识卡伫回答，唔干那安尼，佮兼仔用肢体动作模拟放红卡令的方式，这参一般倒仔算真无共。为了要传承100年的放红卡令文化，廉市文资处伫休热期间，先带3间学校的学生设计属于家己家乡文化游戏。新歌原本是平面的图样，文资处煞甲变成实体，摕来互因体验。才玩的是翻牌游戏跟计分的，我们学到那个歌里人家在放格林的那种方式。如果你翻到一些不好的牌，你可能就要去答题。答题的话，有些是你不知道的。孩子他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是本身就是要先了解，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文化种子。每当3月到5月，新营咸水甲客家等地区拢会办放红脚令活动，因会互红脚对对方的砖头飞转来到家己的砖头，看飞几只排活动来算分数，把正做事人休困联络感情的活动。在2014年，互登录做市定民宿。随着时代演变，做2年有800款。在地力量指出，愿意参加的少年人哪来哪少，因面对着传承的危机。歌龄文化，我看的年龄平均已经到65岁。如果再过10年，变成是75岁的时候，后面来接手的人，年轻人是越来越少。如果单纯的只是介绍歌龄是什么，龄歌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对小孩来说学习起来有点无聊。桌游就是一个竞赛型的游戏嘛，所以它很适合这样子的歌龄赛制融合到游戏中。汀州国小的校长讲，按算要规划系统式的课程，结合技术，带学生彩绘0这项特殊的乐器，因希望互更较侪人明白这项传统文化。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美国科学家在夏威夷的深海内面发现到一种亲像有2蕊大蕊耳仔的一个石鸡。因若讲到这个博尔生菇是6种北美绿菇当中上介大一种，也特别长正路。美国的野生动物官员和民间基金会合作，有甲因合约，而且要找机会甲因野放。画面内底这只白色肥嫩肥嫩，2面耳仔大蕊，目睭圆圆圆。这只深海雨伞石鸡，科学家拢感觉真罕见。这个月13，利用遥控潜水器，伫夏威夷西北边的国家海洋保护区观测深海活动的时阵，伫水底1682公尺深的所在，发现一只雨伞石鸡。伊用2面耳仔伫伞顶动，雨伞石鸡的表面是真金骨，伫伊分丝后壁的鳍盘小可会发光，会当射一寡细只带壳的动物活近，而且伊分丝的翔会当甲这个蜡物粘掉咧。还佫会根据光线的折射转换伊的色水，有当时是白色的，或者是感觉色。去互网友讲，真正看得有够水。另外，美国新墨西哥州近日有一场野放活动，是要来野放温室大理石菇。因成功服用23只大只的绿菇，还佫有几十只细只的菇。这届野放其中的20多只温室大理石菇，是6种北美绿菇当中上介大只的一种。据了解，因为人类会掠野生的菇来制作食食，或者是把因当作动物伴，而且这野生的菇因的栖地，互人类变作是农地，影响因的生存。为着要救这个强要断种的物种，美国野生动物官员甲媒体人派着透纳所建立的濒危物种基金会达成协议，会在新墨西哥州的中部野放更较侪温室大理石菇。We a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making pets. We are in the business of making wild animals, and that means you have to let them go. 专家表示，气候的变迁致使生态发展重新洗牌。对绿菇来讲，即马美国西南部的天气是搁较烧热、搁较干燥，因的栖地嘛当伫煞向北边去。因为安尼，这个保育的计划要找到适合的保育栖地，而且甲因野放，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
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7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对27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2度。平湖金马马祖对27度到33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第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